马，这些交给我就够了。哎呦，这么乱拽一把的。不过我就喜欢你这个范儿。哎，祖马，等等我，你觉得我刚才打的帅不帅？打击感够不够？不错嘛，格瑞。那不是加德罗斯和格瑞吗？排名第1和第2的高手，难道他们要在这分个高下？真是帅爆了！这下看来只能过江了。格瑞，哇，是格瑞！这边！要准备迫降了！哎呀，过来看看吧！停手吧，这里不是战斗的地方。想让我停手，就用实力吧。不可理喻！果然，这小子还是来了。什么人？我是格瑞，格瑞，我可没你这么蠢的朋友。辛苦了，谢谢你，半月叔，好好养伤啊，我会去看你的。丑死了！吵死了，这个渣渣！渣渣。格瑞，竟然与这种废物为伍，真让我扫兴。警告！参赛者加德罗斯因私斗和破坏大厅，对裁判无礼，会罚更多分的。你们给我站住！没有听到要罚分吗？就会欺负机器人，有本事冲我来啊！别吵了。什么嘛，那个鸡毛那么拽。他叫加德罗斯，是个超级自大的神经病。你再遇到他，最好躲开。格瑞，你等等我吧。我跟你说，你肯定想不到，我来这边的途中遇到一个刺猬头和一只虫子，那个虫子还会变身，变完身手这么大，头这么大。比赛已经开始快2个月了，其他参赛者的实力已经快成型了，你现在才来还有用？第一次出远门嘛，跑错几个星球也是在所难免的嘛。何况这不是有你吗，格瑞？咱们俩一起，那就绝对天下无敌了。你说是不是啊？不要！凹凸大赛是很危险的，你还是趁早回登格鲁星吧。嘿嘿嘿。我正是背负了登格鲁星所有人的希望而来，
绝对要改变大家的命运。而且，哎，好好听人家说话嘛！格瑞，你好歹告诉我该去哪里登记嘛。先去那里的系统终端领取你的原力技能。哦，原力技能，就像你这把刀一样吗？终端会扫描你的身体属性，将你的数据录入大赛系统，让你的数据和比赛系统同步，然后分析你的。然后呢？去了就明白了，加油吧！我先去报名了，格瑞。等我拿到了炫酷的技能，我再去找你啊！笨蛋，这又不是游戏。